嘉义县科技地方田的太阳能供电厂今日举办启用仪式。这座供电厂是全台湾上大的供电投资案其中的一个厂。目前专案伫咧全台湾有4座地方田供电厂，一年会当发电8000万度左右。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参加县长洪忠良17做阵主持科技地方田太阳供电厂的启用仪式。沈荣金表示，年底就要进行核实是毋是中期的公投，希望相关单位加强宣传绿电的好处甲成果。等咧做的时，咱用电愈济，所以咱为着安尼要来起电厂，咱即马咱用太阳光电甲设落了后，总啊会当来解决咱即个日渐风的问题。17日，嘉义县一里乡科技启用的供电厂是台湾目前上大的供电投资案。这个案伫嘉义县、高雄、甲彰化，拢总起4座地方田太阳能绿电电厂，总面积130公顷，一年会当发电8000万度左右，减少碳排放量大约4万吨，提供2万外户一年的用电量。咱这个到2025年20吉瓦的目标，咱陆续来甲达成。这个月已经过6.8，后壁都13，所以一地多用这个设计，是以后咱要来发展太阳能的一个真好的这个方式。嘉义县长洪忠良表示，地方地解决饮水的问题，供电是清气的能源，利用地方地来做太阳能发电，一举两得，嘛替嘉义县未来的发展带来真好的帮助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